親愛弟兄姊妹晚安。喺開始前，請大家揾一個安靜嘅地方去參與今晚嘅共禱會。讓我哋一齊去宣告我的宣言，去開始今晚嘅聚會。教會倍增，人人有責。我是神所創造，獨一無二，並擁有神賦予的無限潛能。我要凡事謝恩，並感激每一天的恩典。神在每個人身上都有奇妙的計劃，我將依計而行，天天忠心於主，努力盡上神兒女的本分，榮耀神。我會時刻主動關愛並服侍他人，每周與朋友分享我的信仰，鼓勵他們參與教會的聚會和活動，幫助他們靈命成長。藉着這些行動，期望教會倍增，讓更多人認識主，深信主必使用我，讓我的生命充滿意義和價值，每天開心微笑不斷，因為我知道我正在為他人帶來祝福。讓我哋一齊去禱告。親愛天父，我哋帶住感恩同埋平安嘅心嚟到你嘅面前，感謝你保守我哋能健康平安咁樣相聚，一同去敬拜你。主啊，求你開我哋嘅耳，使到我哋能聽到你帶應許嘅教導同埋提醒，亦都開我哋嘅心，讓你嘅靈內住喺其中，引導我哋親近你。願我哋喺今晚嘅聚會裏邊不被外在嘅事物所纏繞，而能夠專心仰望你、敬拜你，使我哋所獻上嘅禱告都按着你嘅心意蒙垂聽同埋悅納。我哋將到整個聚會交託喺你手嘅裏邊，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禱告，誠心所願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要一齊嚟從歷代志上睇一個核心嘅信息，認識自己嘅根源，先能夠重建身份，回到神嘅心意，先能迎來真正嘅復興。歷代志上唔係單純嘅重述歷史，而係向群眾被擄歸回、對身份感到迷惑嘅新生代嘅呼喊。你係邊個？你從邊度嚟？你係屬邊個嘅？而歷代志上大致可以分為5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係被擄歸回者嘅身份危機。喺主前嘅586年，猶大亡國，百姓被擄到去巴比倫70年，兩代喺異邦長大，言語、文化、信仰逐漸嘅被同化。當波斯容許佢哋回歸嘅時候，有好多人對回家係毫無感覺同埋認同。喺呢個嘅背景底下，歷代志上就咁寫成，目的唔係要回顧過去，而係要重新身份認同同埋信仰嘅根基。而第二個部分係從亞當開始嘅家譜，找回真正嘅根。作者用咗9章嘅篇幅，從亞當寫到被擄歸回者，仲要係冇人名，只係宣告以色列係真正嘅根源，係創造天地嘅神而嚟嘅。而家譜則提醒百姓，佢哋唔係巴比倫人或者波斯人，而係屬神嘅子民。呢個部分提醒我哋，冇屬靈嘅根基，就唔會有屬靈嘅復興。而第3部分係大衛王朝嘅榮耀同埋榜樣。作者集中描述咗大衛點樣去統一國家，立都喺耶路撒冷，並提及大衛得勝嘅關鍵唔係兵力，而係凡事求問神。而聖經亦都冇遮掩大衛嘅失敗，佢數點人數，佢數點民數得罪咗神，被神降下瘟疫，大衛就立即嘅悔改，
喺度提醒我哋，信服係帶嚟祝福，叛逆必定會受到管教。而第四部分係約櫃敬拜同埋神嘅同在。約櫃象徵住神嘅同在。約櫃入城嘅時候，大衛忘我嘅跳舞敬拜神，佢唔顧及王者嘅形象。呢度就刻意嘅凸顯咗真正嘅王權係在於敬拜神，而唔係自我嘅尊榮。而第五個部分係為聖殿預備一切。神唔允許大衛親自去建殿，但佢允許咗大衛作好一切嘅預備。大衛就預備建殿嘅材料，組織利未人詩班，建立敬拜嘅制度，並慷慨咁樣獻個人嘅積蓄。最後，大衛帶領住全民一同去敬拜稱頌耶和華。呢一部分提醒我哋，復興唔係單係口號，而係要全民嘅回轉，同心嘅侍奉。歷代志上提醒我哋，失去根源就會迷失方向，返到去神嘅面前，先能夠重整自己嘅使命。大衛唔係完美嘅王，但佢係一生以神為重嘅人。就讓我哋透過以下嘅時間了解大衛同神嘅關係。第一段經文記錄咗大衛嘅禱告，歷代志上29章10至13節。耶和華我們的神，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，直到永永遠遠的。耶和華尊大能力榮耀強盛威嚴都是你的，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國度也是你的，並且你為至高，為萬有之首，豐富榮耀都從你而嚟，你也治理萬物，在你手裏有大能大力，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。我們的神啊，現在我們稱謝你，讚美你榮耀之名。喺度大衛作咗一個非常好嘅讚美嘅示範，就讓我哋透過半分鐘嘅禱告，宣告神嘅永能同埋神聖。第二段經文係記錄咗神唔喜悅大衛數點百姓嘅事，大衛向神認罪嘅禱告。歷代志上21章8節，大衛禱告神說：我行這事大有罪了，現在求你除掉僕人的罪孽，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。大衛再一次俾我哋睇到佢有罪必認嘅性格，我哋又係唔係有罪必認呢？就讓我哋透過禱告謙卑喺神嘅面前，承認自己所犯嘅罪，求神再次寬恕我哋。第三段經文係大衛提到神大能嘅看顧同埋保護。歷代志上17章21節，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？你神從埃及救贖他們作自己的子民，又在你贖出來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，驅逐列邦人，顯出你的大名。經文提醒我哋，
神必定會看顧信靠信服佢嘅人。就讓我哋透過禱告，感謝神嘅恩典同埋保護。今日你係咪清楚自己嘅生命根源呢？你係咪以神為王、為主、為中心呢？願我哋都好似歷代志上所呼喚嘅，找回屬靈嘅根基，重建敬拜嘅心，同心回轉歸向神，讓教會、社會、生命重新走向復興之路。接住，讓我哋透過彼此代禱，去復興自己、弟兄姊妹、家人同埋教會嘅生命。首先，我哋為到自己去禱告，求主幫助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邊持守聖經嘅真理，活出神兒女嘅身份，以生命榮耀神。第二項，為到弟兄姊妹去禱告，求主賜弟兄姊妹彼此相愛嘅心，喺教會團契中互相關顧，彼此建立，一同為主作美好嘅見證。第三項，為到未信者去禱告，求主賜未信者回轉嘅機會，藉聖靈引導佢哋走進教會，喺崇拜聚會裏邊親身經歷神嘅恩典。第四項，為到教會事工發展去禱告，求主為教會預備合適嘅工人，協助牧師同埋執事同心配搭，拓展得人事工，使教會健康成長，持續興旺。教會今年嘅目標係888，每個月88000蚊嘅奉獻，每個禮拜80人出席崇拜聚會。而兒童事工有信樂唱遊班，青少年事工有彩虹人生福音課程，婦女同埋長者事工有信樂讚美操，而教會聯合事工喺4月尾有親子嘅烹飪活動，而喺嚟緊嘅星期一、星期二會有青少年嘅生活營。最後，讓我哋為到購堂計劃去禱告，求主賜牧師同埋執事像大衛一樣順服嘅心，按神嘅心意去推動購堂計劃，使整個計劃喺主嘅帶領裏面早日嘅成就。
讓我哋同心禱告。親愛天父，我哋感謝你透過歷代志上再次提醒我哋係屬你嘅子民，當喺生命裏邊活出合你心意嘅樣式。然而我哋亦都承認自己嘅軟弱，常因罪同埋私慾嘅迷惑虧欠咗你，虧欠咗人。求你憐憫寬恕我哋，並藉聖靈幫助我哋離開罪嘅迷惑，重新回轉，專心跟從你。主啊，我哋亦都將到明天舉行嘅青少年2日1夜營會交託俾你，求你賜福保守，讓整個活動喺合適嘅天氣裏邊順利進行，使導師同埋參加者彼此認識，建立關係，並把握機會分享信仰，讓年青人經歷到你嘅愛同埋真實。最後，求你興起更多嘅弟兄姊妹，樂意回應你嘅呼召，投入服事，與牧師同埋執事同心拓展得人事工，讓教會成為關愛生命、培育屬靈領袖嘅地方。喺呢個世代裏邊榮耀你嘅名。我哋將一切交託俾你，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禱告，誠心所願。最後，讓我哋一齊誦讀主禱文去結束今晚嘅聚會。馬太福音6章9至13節：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，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。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今日嘅公禱到呢度，願主賜福大家，我哋下個禮拜再見。